那最近中国解放军是伫透咧台海附近进行联合军演，着军事迷即马去看到解放军的电侦舰出现伫咱东北外海。专家即马是认为讲，有可能是中国想要来收集咱台湾雄升飞弹的证据。另外，中国解放军嘛阁有放出影片，讲因着亲像妈祖是守护神，严格咱的国军嘛发布影片还击。军舰经过东部外海，详细看，南电国海说是5星期，这是军事迷礼拜日看到一只强舰出现伫宜兰乌石片东南东方，也毋过无拢伫咱国24里临检区。根据现号798判断是中共825 A 型电子侦察舰，玉形成虎。专家分析，国军进前才头一摆公布雄升飞弹系统，强舰目的就是想要监听国军电子兵谱。很明显的它的功用就是收集就台湾军方的所谓的讯机情报，只要经过空中传播的一些电磁波，都有可能被这艘监听船所接听到。专家表示，强舰以自由航行名义从事监听工作，各国拢真歹反击。国军也只会当派遣大型舰艇伴随监控。强军除了透过军事行动吓压台湾，也用宣传战对台文讲，强军东部战区20日发布底片，讲家己是妈祖守护神。国军21也发布影片反击。两岸引起妈祖形象文攻战，学者表示，经验讨论战场也真重要。除了实际上的一个军舰或战机，我们的调动兵力调动之外，我们也需要去经营到这块虚拟的一个战场。那虚拟的战场的话，就是透过拍片的方式来做到一个文宣的效果，那也是在因应中共的认知战。但国平是建议伫民间信仰的文攻战，会当用宗教和平，利用冷性基调反击。无定着会当互强军宣传达到反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